行政長官喺2024年施政報告公布，政府決定以立法方式制定住宅樓宇分間單位嘅出租制度，合標單位將名為簡樸房，不合標嘅住宅樓宇分間單位數目會逐步減少，直至清零。隨住公營房屋興建量穩步上升，加上約3萬個簡約公屋與2萬個過渡性房屋單位供應到位下，住喺惡劣居所嘅市民將有更多改善生活環境嘅選擇。我哋目標係喺2027-28年度前完成興建約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呢啲項目遍佈港九新界，有一啲係由學校改建而成嘅項目。元朗油博路2100個單位第一季入伙，而牛頭角彩興路嘅項目將會喺第二季入伙。跟住其後超過1萬個單位嘅啟德項目、屯門3A區、小欖、柴灣、屯門54區、馬鞍山、觀塘、黃大仙、上水嘅項目都將會相繼落成，幫助到一批又一批有需要嘅家庭。最緊要咧，你哋排緊公屋嗰個次序咧，一啲都冇影響嘅，只不過等都等得舒服啲啊，係嘛？等都唔使個個月，啲租攞咗出去住得唔好又真金白銀，啲錢又用咗去。對比租金中位數，分間單位約為5500蚊，簡約公屋只係約1300蚊，每個月可以慳到4200，5年就慳到超過25萬，以5年幫助3萬個家庭計算，總共超過75億可以還富於民。同時喺房屋局嘅主導下，簡約公屋嘅營運機構會為入住嘅居民提供融入社區、個人增值、就業、就學等各方面嘅支援。有咗簡約公屋，照顧輪候公屋3年以上嘅甲類申請者，超過2萬個過渡性房屋嘅單位就可以更加主力去照顧乙類申請者等更加多有需要嘅基層市民有得揀。點樣有得揀？我哋下一集再講。